选举甲民主。便若讲到台湾的民主，的确着爱讲到选举即项代志。毋过现此时，台湾的选举敢真正是民主价值的实践？一个要紧的问题，咱就来甲伊好好分析一下。台湾的第一摆选举是伫日本时代的1935年举办。迄时的选举着爱25岁以上，逐当纳税上无5箍的查甫人，才会当参与。这个限制以外，选民伫咧投票的时，爱甲候选人的名写出来。若是袂晓日文的人，当然无法度投票。郭新营伫伊的日记里捌写出感慨：支持者大部分煞无投票权。公望讲，有选举权甲投票权的台湾人，还是比迄时的日本人重袂济。不过，选举结果却是人数较少的日本人摕到超过一半的席次。这款结果是因为除了纳税甲捌字的限制，再来就是日本方面利用资源买收台湾人，也是甲亲日者斗空。另外，日本实民政府利用伪选区的技术，造成投票无平正，或者是互共选区内底的台湾人家己在车拼隶属选票分散，日本人当选的机会自然会较悬。但咱来比较即马的选举甲日本时代的有啥物无同？日本时代的选举有成年男子、税金甲捌字的决定，隶属社会精英才是实际会当参与选举的人。即款的选举限制伤济，无通选出真正会使反映民意的议员，自然嘛甲民主无离代。现此时的选举，除了针对投票甲被选举权有一寡年岁的限制，不管男女老幼，也无论善恶好恶，啥款头路、啥物信仰，拢有共款的一票来选举议员。安尼是真公平吼？毋过，若是要出头来做候选人，就爱有才调、缴纳金额不止大条的保证金。这项限制，互好业人，也是有政党做靠山的人，才有资本来舞选举。议员选来选去，就是迄个特殊社会阶层的人马，因敢真实会当反映民意？日本时代的选举，其实是实民政府为着统治台湾搁较稳顺才会举办。为着达到目的，日本实民政府利用买收地方头人、选区的设计，互选举的结果符合日本人的期待，嘛甲台湾人相头。现此时的选举，为1950年代开始，议员就是惊得甲人抄代志，走红白帖做服务。这个拢是为着要买收人心，才会使培养出地方的条仔骹，就有搁较侪的人情资源通好找甲。选举就免烦恼。即款的是中国国民党为着降服甲统治台湾的手路。50党经过，煞空架出侪地方派系，台湾人嘛惯死议员就是爱做服务。即款的选举，敢真正有民主？选举若要符合咱对民主的愿望，伊就一定爱公平，毋是有资源甲金钱的人才有法度舞选举。议员爱反映民意，为着公共事务甲政治拍拼，毋是在做服务顾条仔骹。若无即摆的选举甲日本时代，就会相像相像。民主甲咱，还有离天七步路遐远。